好，我是老父老母，今年4岁。今仔日要去山顶的农场。我真够爱坐阿爸的车。日头有够大。农场到啊！这是洗啊糖。放水不要糖。不要糖，这不叫糖。今仔日要来关照啊！因会食西啊。叫我行这个声。都要用绳啊！看我。我会用脚撑到山岗。哎呀，往下落架，落架上。啊，啥？好对嘞，你呢？好对嘞，给。哎呀！关照我爱用足侪竹仔甲绳啊。在哪里？要开始咯！快点到了！啊！跌倒了！啊！跌倒了！我的力气太大了，我的力气真大。啊！车子快跑了！因为他很怕这个声音。无路种真侪水蜜桃。对。会穿衣服的人，介绍会到女生有绿绿的水蜜桃都不能，然后有红红的才可以。这个武器，哎呀，我在上面，再来找一个。哇，这可以耶！黄金水蜜桃很好吃。几口。我甲个阿爸来农场。
砰砰砰砰砰。啊！有一粒破去的水蜜桃，来比赛。水蜜桃赢。你看是山猪，阮厝山猪园，下晡是山猪的食饭时间，只有17只山猪。有没有开？哎，因需要食鱼仔草。不能亲我！不要吵架！不要吵架！你去吵。山猪食饱，搁有大只牛嘛爱食饭。要这样子，它这个很舒服。不要过去！被抢杀了，哞。吃多一点，你都会长大。这是阮兜。阿爸讲阮是猎人，爱有家己的猎刀。今仔日阮要去山顶练习。你家打开刀了。来了！我大屁股了！地虎嘛对阮做伙。好，给那个了，给撸出的。哦，回来会拉，妈你要放下来哇，要拉这个短的，好的，好吧，这样拿，这个看下吧，那个打上，好，哥转着给玩，啊。不要，割到手，不要。我可以舔一下这个树皮，有一点甜甜。很简单，怎么砍？我教你怎么砍断。别的了。我砍好了。不要怕啦，只有是老弟打雁的刀，不能怕呢。这有足侪好耍的所在。我刀上飘飘。走，这踢到你。阿爸当帮阮陪主管，主管。
的游戏。我条之旅。哦对，我要倒车。这好玩吗？好玩呢。白虎嘛该家。即马对我笑，你要看嘛是啥物？变一张青蛙。我是帕拉囡仔兄，山那就是我厝，我真快乐伫遮大汉。Pakudayin sa amhay. May pakantema. Si mau pakana. Iya, isunak man. Yung napakanta noon, ako ato. Ah? Muda. Lasun-sun. Amo daw dinada sa takipo.